喺呢段影片入邊，我哋會講解申請育兒補助嘅過程。當家庭揾到願意接受補貼並有空位同意小朋友辦理入學嘅托兒機構之後，就可以開始同兒童委員會 Children's Council 進行報名流程。家庭嘅 R&R 專員會將家庭轉介俾家庭專員，由家庭專員指導完成報名流程。家庭專員與家庭預約一次入園面談，收集文件報名。家庭必須在30日內完成報名。完成報名之後，家庭會收到一份由兒童委員會發出嘅兒童照顧證書，授權小朋友開始或繼續接受照顧服務。如果家庭未能在30日之內完成報名流程，將無法獲得兒童證書，亦都唔可以開始或接受繼續兒童嘅照顧服務。請注意，不同托兒機構可能會有獨立嘅報名流程，有啲流程可能與兒童委員會嘅報名程序不同。家庭專員喺幫家庭入學時，可能會需要收集以下文件。第一，家庭需要提供嘅文件，證明18歲以下嘅小朋友同父母或者監護人嘅關係，可以包括係出生證明、醫院出世證明或者收養證明。第二，家庭需要提供6歲以下小朋友嘅疫苗接種記錄。家庭入面嘅大人需要提供身份證明，例如政府發嘅身份證、州 ID、市政府 ID 或者外國嘅護照。如果身份證上面冇顯示三藩市或者加州嘅地址，父母或監護人就需要提供一份30日內有三藩市或者加州地址嘅文件，譬如話水電費單、租約或者政府機構寄出嘅信件。每位家長或監護人可能需要提供收入證明，包括最近嘅工資單、僱主證明或者工傷賠償記錄。如果冇收入證明，可以提供失業證明、傷殘證明、Coworkers 現金補助信、住房補助信或者子女撫養費嘅證明。需要注意嘅係，唔同補貼項目嘅入學文件可能會唔一樣，家庭專員會同家庭講清楚需要提交咩文件。所有入學政策都按照州政府規定，州政府亦都會核實家庭嘅照顧需要，特別係州政府資助嘅補貼項目。如果需要了解更多資料，請透過電話、電郵或者親身聯繫我哋嘅資源同轉介專員。